咩話？尖沙咀8蚊就食到燒牛舌？唔係講笑，一大碟超過10塊牛舌，平均每塊1蚊都唔使，仲要 juicy 爆晒油啊！你睇，勁邪惡啊！每一塊都靚仔仔咁，點埋呢個蒜鹽，又爽又脆又香啊！仲有新推出蟹黃海膽飯，成碗都係金黃色，海膽 creamy 又唔腥，仲要滿滿嘅蟹黃蟹肉啊！仲有呢個現場即燒和牛，都係必要噶。店員幫你燒完，撈埋啲醬汁同生蛋，真係睇個樣都知好食啊！一啖拍落口，哇，滑到呢，又滑又鹹，再配啖飯，哇，搞唔掂！叫咗個燒和牛9宮格，每一格靚仔，而且有油花，打卡一流啦！記克和牛嫩滑又 juicy， 和牛3角腩有金箔，和牛博多蔥卷，撈埋啲壽喜燒汁，哇正！我就最中意食和牛五花，呢間尖沙咀日式燒肉都出名抵食噶啦，8蚊牛舌究竟邊度揾啊？